在下国域妖师蓝营第7队队长齐小轩，现在要以盗取仙品名义逮捕你。我们出生的瞬间，即背负了这样的历史与命运。有些事情，是我必须要去面对的。要走一起走，我是绝对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所有人收回他们的偏见。 这次绝不能失败！你这个异类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这才是真正的你啊！ 什么狗屁命运！无论是谁挡了小爷的路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都会将他们统统打败。